墨春秋，同唱梨园欢歌，锦绣霓裳，共迎万家祥和。锣鼓铿锵，奏响华彩乐章，出将入相，上演盛世辉煌。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姹紫嫣红2019年粤剧名家名票新年演唱会的现场，欢迎大家的到来。本次活动是由诸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由诸暨剧院、诸暨市文化艺术中心、诸暨市戏剧家协会承办，绍兴市戏剧家协会、诸暨市联西文化研究会、粤国戏迷会承办的。近100年来，粤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博采众长，积极创新，成为仅次于京剧的全国戏曲第2大曲种。是的，作为粤国古都的诸暨啊，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拥有着深厚的粤剧基础，也孕育出了钱惠丽、赵海燕、孟珂娟等粤剧名家。没错，今晚我们欢聚一堂，用戏曲的形式共同来迎接2019新年的到来。今晚我们也将请出老中青3代粤剧名家以及粤剧名票，联袂为大家呈现一场梨园盛会。是的，朋友们，本次活动呢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国家1级演员、梅花奖得主、上海粤剧院副院长钱惠丽老师呢，也给大家送来了新年的祝福。由于工作的原因啊，他不能来到现场，所以他将用视频的形式和大家进行诚挚的祝福。请看大屏幕。得知在诸暨市下，大家好，我是钱惠丽，很高兴得知在诸暨市文广新局的支持下，一批热心的粤剧票友们自发地组织了这一场姹紫嫣红2019粤剧名家名票新年演唱会。诸暨呢是西施故里，粤国古都，也是我的家乡，它有着非常深厚的粤剧文化底蕴。同时呢，也培养和造就了许多粤剧艺术人才。作为一名粤剧人，很高兴看到在经济繁荣发展的诸暨，如今粤剧依旧保持着良好的群众基础，甚至有更多的人喜欢走进粤剧的艺术世界。在这里呢，我祝姹紫嫣红2019粤剧名家名票新年演唱会演出成功。同时也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的，再次谢谢钱老师的祝福。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演出正式开始。首先有请全国10大名票央视过把瘾栏目金奖获得者、良渚杯金奖得主朱娟仙给我们带来《白蛇传》《西湖山水还依旧》，旗袍展示诸暨市莲花艺术团。掌声有请。有请。
造化嘿，难道他不曾出家将我问？看断桥必断，我曾长困一片深情不动泪。观众朋友们，尤尚林呢是越剧大戏《孟丽君》剧中的一折，说的是皇帝邀女扮男装的孟丽君共游皇家御花园的经典唱段，也是孟丽君中最优美的华章。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2级演员、诸暨市越剧团副团长、中国戏曲演唱10佳演员蔡铁平，以及国家2级演员、中国戏曲演唱10佳演员、浙江戏剧节优秀表演奖得主黄红艳为大家带来这段精彩的表演，掌声欢迎。丞相请，万岁请。
心宁是彻骨云。请万岁赐我叫好。花度万子笑色勇，人世千里心要福。今日长令称色好，人面傲华。心花开花落愿足迹，云去云来林荫长风。愿做红叶去飘落，林场青松。色根浓。丞相，前面就是城门石桥，令我骑马过桥啊！上桥去，西花营造燕子用。丞相，请。丞相，请马。丞相，请马。不尽风，只因我是与都兵长骄阳。从小在父母宠爱中，为助教子多骑马，因此母常教西把马将送。即是此令我去下马而已。多谢万岁。龙之中
裙子。哎，慢！我是无方明着办理，此刻莫少寡人仔细。万岁！少时愿中国之长等，引我军阵同往天香关，共饮一盅时候。万岁！今日这次下去，怎可真叫是齐了？此次必罪，罪字来，愿众长等拜驾天香关，立请陈正来。好，谢谢两位演员的精彩表演。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沙漠王子》是影派的代表作之一，它也是越剧表现西域题材的第一个剧目。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10大名票、荣获浙江省文化厅民营剧团青年演员称号的周作恒给大家带来表演。伴舞英超、孔丽丽、沈可娜、朱俊、钱一丽、郑红芳，让我们掌声有请。
君子驾到此去，光阴流水用你过，你既故去留一计，王子长人到17岁，身黑飘谁他的无意之中一公子，公子的芳名叫一观众朋友们，葬花呢是《红楼梦》一书中历来最为人所称道，也是艺术上最为成功的诗篇之一。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浙江戏剧节优秀表演奖、江浙沪闽粤剧电视大赛10大粤剧新星、王派嫡传弟子于建华为大家带来这段精彩的表演，掌声欢迎！
小情言，谁知意？我只为细心心连同命，我叫你也落无你做首领，千岁十七哪里为？是错相纷争，好，感谢于建华老师的深情演唱。朋友们，越剧的传统曲目《红楼梦》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其中“金玉良缘”这个唱段呢，更是脍炙人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国家一级演员徐派小生张华丽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绎，请欣赏。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是天间苍生莫一的事。我好我龙小口，真心心机，说不了自头，把家鸡抬，总算是东园桃是西园绿，精彩一下。朋友们，秦探海神爷面前来焚香是传统越剧剧目，也是越剧名家傅全香老师的
代表作之一。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戏剧名票王正平带来这段演唱，掌声有请。黑色夜的人来闻香，望见。
喜少夫人，贺喜少夫人，我家少爷中了状元，老奴向你报喜来了。好，感谢王正平的精彩表演。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国家一级演员、中国越剧艺术节10佳演员、浙江剧协金桂奖得主娄明迪，国家一级演员、浙江戏剧节优秀表演奖得主何慧丽和国家优秀演员沈可娜、蒋焕丽，给我们带来《珍珠塔》《钱建姑》，掌声有请。万国家在花城回，母子无语亲生的，只落得苦水问他。好在好在，不要讲了起在阿弥陀佛。我放假才是上万年岁，有台为女子。不孝娃根，你才讲贫困才知道啊！如果要是过来襄阳出村面，你平日来此还有苦，今日里我就当什么中家兵，你只身当白啥人笑？要是不人过去，就请亲生家头上这一帮发笑啦！叫我就在做大人。阿青啊，不侬此番寄来襄阳，想必领有要事吧？哦，我一来向姑爹姑娘问哦，好姑小大姑啊，这儿子啊，搿么儿呢？孩儿们放堂内表姐。啊，好姑那3年。
阿青啊，自家姑娘年纪有啥个话不能讲呢？姑娘啊，小着情多深一片，西窗银河10年，月台来塞银丝去，真乃是月囊羞涩少不错。得到襄阳健康阿青啊，自家姑娘年纪为啥要讲嫁呢？那么侬家多少啦？不多，姑娘怕人300两300两，狮子大开口，银子用分头。阿青啊，那么300两银子怕啥个用啥呢？姑娘100两当作路比银，100两当作二家人，100两我正等银张少金啊！不多啊！多谢姑娘。阿青啊，哎，侬银子还没借到手，用场倒进拍得叮叮当当的哦。阿青啊，搿侬300两银子够不够啦？绰绰有余。搿么阿青啊，请求归请求，银子归银子，侬300两银子借去，侬啥个辰光来还我呢？但等小贼有了功名，立即本领归还。那，一讲两讲到哪里去了呢？自家人家钱，我要讲啥个理呢？是侄儿，失言了。阿青啊，哎侬讲功名成就立即归还，那么要是没有功名呢？阿青啊，功名两字岂能像3个字头戳地笼？家用意啊！姑娘啊，小着快活自己在，事情恰比马莫言，派我把鸟早晨起，这也不到饺子啊面，这对一担风涌起，平衣服要是上啊青天。唱一套功名本是名利定，贫富从来不有人。姑娘我虽有再备意，怕只怕讲究功名枉费心。姑娘啊，七日飘马小欢心，困睡破要立梦醉。这都是少年贫困后得知，何况侄儿我放心。我个宝贝啊，侬若是今晚跑马出王城，姑娘是不夜做梦也小心。真乃是世上三五千年夫，人间恰有万年天。古来多少读书子，潦倒一世不翻身。姑娘我虽不精通刘长人，我马衣想法也懂3分。姑娘，一眼看起不为错，劝啊去，侬上京官考中。姑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知道我少中。
一马情。姑娘今日的亲戚靠背，来年大比呀龙啊门，常在平森林用子不忘姑娘身边啊。阿晴啊，根据良心话，侬要上京就去过面，做姑娘的哪有不成节之理呢？多谢姑娘。我要是一口气加不伊300两，伊大去用我了。明朝又加600两，余年又加1000两，搿样下去，欺负了我陈家个家产，我被他败光在不讲。我也不好叫他空手回去啊。我用3块，把点出来。哎呦，阿青啊，侬早来3天也好，迟来3天也好，今朝啊实在来得不巧了。姑娘早来3天怎样？那早来3天嘛，大伯屋里的四太大不是个老和尚来花药，我搿300两不送可以嫁拨侬。那么迟来3天呢？迟来3天嘛，那姑家今朝寿年已过，我做姑娘个帮出去的私房钱，陆陆续续收进来，也好嫁拨侬。今朝啊，叫做七叔碰着月大，不巧不巧。此次小侄告哎辞了。呦，阿青啊，侬不要千里而来，做姑娘个总保叫侬空手回去啊！哪怕是家家当当嘛，也要穿点拨侬。我用3块，哎，把拿出来。铜金1千，3米1对。姑娘，阿青啊，铜钿1千嘛，拨侬路上作为路费，3年一定会背回去，母子俩少少吃吃。顺便嘛，向少娘好言几句啊，做姑娘也实在没办法了，搿也是做姑娘的一片心意啊。姑娘，小侄受之有愧，请姑娘收回。啊，侬不要啊？葛么阿青啊，不是做姑娘的不肯讲，是侬自家不要，所以可不要怪姑娘无情。我用3块，3年的可以回去，铜钿1千放在门口，当发叫花子。晓得。好气，好气！前朝后代切不能，举杯古典老大人。当初是落难没文土生之，穷途落魄成啊困境。我祖母爱在陪他，后来在给子要紧回朝啊听。侬管我出啥？啊，侬言出事啊？侬到底是我冲进噻？
那国家生来就是荣耀富贵满腹文采，就像西瓜一4个用了。可是我这姑娘老早就看真过，侬啊，我不能看真才过。那侬搿只头了，不像冬瓜头啊，不像萝卜头，倒像只芥兰头。就像芥兰翻身万难，这句下去难免破败。姑娘你斗大红烛难照，亲姑娘是袜子要留3分。啥个对大红烛难遭遇，分明笑我膝下无子辈无人嘛。侬跟我出啥？侬听了，我发早没800年纪照过来在，我不要做到地来，侬跟我出啥？我看侬个马头里尖牙又小，只能头戴乌纱帽。我看侬做起地来又尖高，只能身穿大红袍。我看侬路子结怪细又小，早许真相做上套。姑娘也错了，错啊，错个还在雨里嘞。侬个明里早死的，就会定在家园里。姑娘我一眼看得准，又是今生今世那凡尘。放弃侬10月高官做，自己什么龙康好处独传身。放弃侬10月高官做，烧醉平茶出东城。放弃侬10月高官做，若有黄河3结冰。放弃10月高官做，黄狗出国天麒麟。放弃侬10月高官做，自备什么娱乐东山实习生。朝中文武是官清，皇帝缺少老家人。让我西下找女星要，你侬不会说啊亲。多家姑娘好叫凶小子是没吃不饱，精彩心高层。朋友们，越剧《祥林嫂》的故事呢，是改编自鲁迅小说《祝福》。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老师在剧中成功地塑造了祥林嫂的形象。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家2级演员、诸暨市越剧团副团长、中国越剧艺术节10佳演员徐琼为大家带来这段《祥林嫂问天》，掌声欢迎。
我是狱中媳妇，狱中娃子，哦，心事苦十几年，有才子啊，并肩。百年相邻死，留下了两代寡妇同在街。不是那他配下了从上。我妹啊，为了抢到三界，不愧老龙啊，他配好啊！大年雨阿妈，阿妈。不要管我是笨，我是傻呀！我哪知道下些天，现在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才会到村子里来。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了。姥姥，你不要怪我。不要怪我，谁知道啊，上官特去逃我的命啊！遇遭无郎偏向我土地不靠无天地，那他本于死去红亮节，我内话我儿子从把不负心啊，这就得年日寂寞。不才女，在我两次寡妇财，你从老爷他见我也，为了错在去专门看，花去我公子儿情。曾说到天下的三年，不可说来巧为我的曾君们轻薄
情不我要告诉去，我一定要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呀？我这个太太恨苍天，恨苍天。问你究竟有没有？问你究竟有没有啊？我就低头问人间，地狱到底有没有啊？死了的一家人，还能再见面吗？告诉我，快告诉我啊！好，感谢徐琼的动情表演。朋友们，我们都知道越剧《白蛇传》讲述了千年白蛇白素贞和许仙的爱情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浙江省第8届大学生艺术节金奖获得者杨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掌声有请。
感谢杨洋为我们带来的这段精彩表演。朋友们，唐伯虎点秋香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了。毕派小生的唱腔和表演都给我们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家2级演员、绍兴戏剧节获奖演员孟阳英以及蒋欢丽、邵晓霞、英超、钱一丽、吕祝燕、郑红芳共同为我们带来这段表演。掌声有请。父嫂下听了。
去想。我是一朵腊梅花，冰雪寒霜都不怕，随手花开像万家，我心中只有一个他。层层相逢破灭村，我不知送腊梅，万家路配不上，临亲归去上门来。
好，谢谢诸暨市越剧团的众位演员。朋友们，我们都知道《舞女拜寿》呢是越剧非常经典的剧目之一，1982年由顾惜东先生创作，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立团剧目。其中张派老生的哭别更是经典中的经典。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国家1级演员、诸暨市越剧团副团长、中国小百花越剧节获奖演员张成英给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表演，让我们掌声有请。女儿小女儿
再次感谢张团长的精彩演绎。朋友们，《碧玉簪·送凤冠》作为经典的越剧唱段呢，一直受到百姓的喜爱。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有請出绍兴戏剧节金奖得主朱俊以及戏曲名票徐菊平、沈彩虹为大家带来这段演唱，掌声欢迎。娘子不肯接受文官，还请母亲带去相劝。哎呀，阿玲啊，小糊涂娘爷娘个闲话都不肯听，阿婆闲话也不会听的，做娘个福气倒霉。母亲，你去相劝，娘子一定会听的。不去么自家不去。母亲，哎，那么我去倒霉看。多谢母亲。切切切！小糊涂娘，我个心肝宝贝啊！娘子，母亲的话，哎，你可要听啊！那么侬自家来送。叫声媳妇，我给娘，心肝娘，哎呀宝贝娘，阿玲是我个孙媳娘，媳妇大娘侬是我个孙辈娘，孙媳孙辈都。
老太婆啥不得那两块肉，媳妇啊侬心宽宽起好哎哦，也得媳妇来听婆婆，阿玲从前太快侬难为今朝，办才是来认错。侬可以跪到西，哎呀跪到东，谁可头跪对是红梅花。媳妇侬三番不离，是上娘不做要去和尚做，搿种就叫一世报啊！一两媳妇就好结拉姑，听从婆婆见凤冠，高明夫人与侬做啊！婆婆啊，你是媳妇做谁呀？婆婆的恩德名飞呀福，夫妻不是金玉，你与我是报名不把受折磨。我不愿与他夫妻和，只好过为你老婆啊婆。媳妇侬是爷俩风筝的爷拉姑，夫一度你们两儿一度，千错万错是阿玲错，我婆婆对侬总不错，媳妇侬啥不肯夫妻和，我养什么儿子会做什么婆？媳妇啊，侬马个正经见婆婆，夫妻同欢进啊噻哦婆婆啊，我不愿与他夫妻和，我情愿地入端汤梦公婆，你情愿地入端汤来逢儿公儿婆，真是我以为个好些老婆，终于为难生活啊！阿玲啊，侬是要夫妻和睦嘛？除非侬上娘跪地欺人啊错。阿姨母亲，儿乃是天子门生，万岁御笔钦撇的幸福长远，我怎能想娶娘子下跪哟？啥个天子门生个辛苦上流，老婆都要认不得罪，快去呀！母亲，总管呀被儿暂且生，请公婆的娘原谅我。好过好过。感谢3位演员的精彩表演。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全国10大名票王派爱好者，也是本次晚会的组织者周作恒，给大家带来《红楼梦》郝紫娟选段，让我们掌声有请。去
朋友们，梁山伯与祝英台呢是中国经典的爱情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接下来，我们也将请出重量级的嘉宾，国家一级演员、文化部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2度梅、上海白玉兰艺术奖获得者。 绍兴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吴凤花老师，以及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2度荣获上海白玉兰主角奖、法国巴黎戏剧艺术主角奖方雅芬老师为大家联袂带来《梁祝18相送》，掌声欢迎！ 相依。
红长女，两兄你愿不愿配鸳鸯？配鸳鸯，配鸳鸯，可惜你英台不是女红长。前面到了一条河，飘来一对大白鹅。用的就在前面走，此地面叫姑姑啊，那姑姑。比肩而过来开口，哪有此我叫用我？你不见此我他对你微微笑，可叹你两兄真像眼头花。既然我是眼头花，从今你莫叫我两个。下次不可。眼前一条驼木桥，也必去。两兄。两兄，我心欲荒诞一笑，欲学武林过桥去。两兄，你我好一比女郎织女不恰巧。谢谢两位老师。刚才有戏迷朋友上来说了，听了一段啊，没听够。大家说听够了吗？哎，你说我们是不是要下去了？没有，其实非常难得来到这边。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原范版的18相送戛然而止？我们是有用意的，希望能够带着全剧，对，能够来到大家诸暨给大家留一点点余味。对，唱一段呢肯定是下不去的。接下我来想接下来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送上一段。他可以唱5段，我呢唱1段就下去了。那不可能的，对吧？肯定不可能。掌声再响起来。来，把舞台再留给我们的两位老师，有请。刚刚我们是演唱了2位老先生曾经演绎过的电影版的原范版《梁祝》，接下来再为大家送上，也是2位老先生一起演出过的《金山战鼓》夸父。双列记。泪光似水，手拿空中，昨夜来已是20年了。是啊，已是20年了。
见元帅阵痛，神妙算指挥定大将威风，不惜自夸画相公，为此配得酒两盅，有你相公妙子金元兄。儿总是身为生英雄，谢谢两位艺术家精彩的表演，让我们现场的戏迷朋友们可是过足了戏瘾啊！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国家3级演员绍兴戏剧节金奖得主陈鸿飞，以及英超孔丽丽、沈可娜、詹麒麟、朱俊、钱一丽，为我们共同带来穆桂英挂帅出征，让我们掌声有请。
观众朋友们，相聚的时光呢总是如此的短暂。那么今天的晚会呢就要落下帷幕了。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有请我们本次活动的组织者周作恒为大家讲几句。今天是个好日子，感谢台前幕后的付出者、支持者，谢谢。好的，再次感谢周作恒，谢谢。让我们记住这个精彩而又美好的夜晚。让我们感谢所有演员的精彩演绎与来宾的用心聆听。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衷心的祝愿诸暨的戏曲事业不断的发扬光大，也祝愿我们在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晚会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和支持，朋友们再见。再见。